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再创新高啊，在周末消息的推动下 ，A 股收盘再创10年新高，距离4000点仅一步之遥啊。实际上就隔着一层窗户纸，还差1点几个点就是4000点。这个为什么隐忍不发呀？实际上就是要昭示一种叫掌控力，就是要向这个散户向大家表明，一切尽在掌控一切尽在掌握，一切都是在按照计划进行。今天这个 A 股也实现了5连阳，截至收盘三大指数全线上涨，上证指数涨了 1.18%， 深圳成指涨 1.5%， 创业板指数涨 1.98%。最主要的是这个成交量放大了，应该是 2.3万亿以上，也就是今天是放量上涨，这个量还可以吧。今天是涨多跌少3361家上涨，1862家下跌，依然改变不了叫权重股拉升指数，然后这个半导体科技股唱戏权重股搭台，科技股唱戏这么一个套路而且这个放量主要是上午，到了下午基本上就是在震荡，也没有放量，下午还缩量了，恐怕就是为了这个不想一次突破4000点。当然了，今天这个外围涨得也不错，日经225指数、韩国12综指都创了新高第一财经报道说，业内人士认为中美贸易谈判、国内政策配套等消息偏正面，工业利润继续大幅增长，光刻胶领域有所突破，都让市场气氛向好。这个工业利润这一块呢，是国家统计局10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3.2%， 为去年8月份以来各月累计最高增速，较1到8月份加快 2.3个百分点，呈现加快恢复态势。其中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6%， 比8月份加快 1.2个百分点。这个显示是不是反内卷取得了效果，或者说暂时取得效果，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关于这个贸易战，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向外界宣布针对中国出口商品原定于11月1日生效加征100%关税的计划，美国方面已经不再考虑，因为中美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磋商非常成功。此外，贝森特还预计中国或将恢复购买美国大豆，并且将把扩大稀土许可制的期限推迟1年。总之此次中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经过非常紧张的讨论，显然双方都在具体议题方面给出了建设性的方案，形成了初步共识。总体来说双方都比较满意。当然了，不到最后这个都有变数特朗普唯一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今天这个成交量放量应该是前期有一些出来观望的资金再次趁着这个消息面向好，对吧？这个周末特朗普也没有发飙，而且特朗普频繁释放这种善意，这种贸易战这一块所以说有部分资金又重新杀进来。随着这些资金杀进来那就说明这个行情还没走完，还要走一阵子。这个今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说，有大学生投资黄金把生活费亏没了，而且也上了热搜什么大河报、每日经济新闻等等，说国际金价跳水，第一批金价下跌受害者出现，有大学生称把生活费亏没了。近日国际金价出现连续下跌，现货黄金单周跌幅超 3%， 自8月22日后首次收出周阴线，终结周线9连阳。大河报10月26日报道，记者了解到，大批大学生涌入黄金市场，在理财平台定投黄金 ETF 或购买积存金。不过随着金价下跌，第一批受害者也随之出现，把生活费亏没了，
一天跌光1个月的收益，没钱再补仓了，买2000亏50跑了等等啊。专家建议，当前黄金投机氛围浓厚，年轻人多通过积存金、黄金 ETF 等渠道投资，操作便捷，但易引发频繁盯盘与情绪化交易。普通投资者，尤其是缺乏经验的大学生，面对全球资本与专业机构处于劣势，不宜盲目入场。不太明白啊，怎么这么多大学生跑去炒黄金干啥？他们哪来的钱炒呢？这不顶多生活费吗？生活费才3瓜2枣的，加杠杆了。说来说去啊，就是太多的人呢，认为自己有这个投资天赋啊，你认为投资是最容易的，实际上投资是最需要专业知识的。但是恰恰啊，这个投资给人误解，就是低买高卖嘛，要么反过来做空，对吧？我认为你涨高了，做空也一个逻辑啊，就总认为自己买卖一下，弹指一挥间呢，多少钱就到手了。你不知道谁去忽悠的啊，大学生去炒这个什么黄金，这些典型的都是只见那个什么贼吃肉，没见贼挨打。这个首先他没搞明白啊，就是说这个黄金价格涨和你赚钱那是2件事情，就像股指一样啊，这个股指啊，沙滩上建高楼，这个指数慢牛，你看控制的多好，慢牛啊。但是这和你去赚钱这2件事啊，指数牛市不代表你能赚钱，涨的时候你没怎么赚，对吧？或者是赚了，指数涨了30%，你只赚了10%，但是跌的时候啊，你那个一天就没了。那指数它40%跌掉，它跌半年、1年的慢慢跌，但是你那个就一天就没了，你后来马上就进入亏损状态。你那个一天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跑没跑快，对吧？动作慢了一点，你就被套住了，一套那就不知道多少年了，那就看命了。就像那个上海建工爷叔一样啊，一套10来年，要解套那且等，而且前提是你这只股票还不能退市。无论是大学生啊，还是普通韭菜、普通牛马，尽量不要参与这些什么黄金啊、股市啊、比特币啊，就这些。当然了，你说你钱多啊，你说我是鸡蛋不能搁在一个篮子里面，不能全部把它变成存款吧，是一种叫分散配置，那这个另当别论啊。这个和炒是2个概念，炒是对吧，频繁交易啊，高卖低买。最近这个股市啊，也有人啊说这轮牛市啊，就指数牛市啊，有点类似2005年，就是那个国有股改革啊，就是国有股也要到市场流通，那么他就要给这个流通股东啊对价，对吧？也就是国有股它那个持股成本很低啊，1块钱，然后股市本来是这个国有股是不能到市场流通的，大家记得吧？2005年之前啊，后来改革就想让这些国有股也能在沪市流通，那人市场上流通的这些流通股啊，它价格高啊，对吧？你这国有股都是1块钱的，完了你也在这下流通，你这不就是相当于打劫吗？所以说国有股就给这个流通股啊让渡，对吧？你持有10股，他送你3股，给流通股啊，一般的啊送3股、送4股的、送2股的都有啊，那是为了解决全流通、同股同权，所以来了一波牛市的吧？那个牛市我也是这个解套，我先是解了套，本来我已经赔了这个被套2/3呀，比那个爷叔还要惨呢，就是那个2005年开始的那个叫什么国有股改革，那叫全流通解的套啊。后来不是来了一波牛市嘛？到2007年吧，还是08年，6000多点那个牛市啊，损失惨重啊，来了个半夜鸡叫530。那么这一次啊，有人认为这次实际上就有可能像这个2005年那一波牛市，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解决国企问题，那一次就是解决全流通的问题，这一次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变。有这种说法啊，咱们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啊。再加上最近是吧，好多地方政府、省政府啊出台政策是吧，喊出了这个3化，对吧？资产化、证券化、杠杆化，3资改革。3化，3资指哪3资呢？就是资源、资产、资金，这叫3资改革。3化就是资产化、证券化、杠杆化，出租、出售、上市、抵押贷款，这一切啊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沪市，因为这一切都要到沪市去变现，需要这个金融消费者来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也就是要借助沪市来化债，那就必须沪市啊要涨起来。那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大家都知道啊，土地财政是不行了，你再回去卖地啊，卖不掉了，地方政府缺钱，那怎么办呢？这个还真有可能，对吧？就把各个地方的国资啊打扮，包装，把它送到这个湖市、上市、套现，地方政府不就有钱了吗？那这个前提就是这个湖市啊看上去像个牛市，要不然它消化不了这么多国资啊。关于这一条啊，我们看看这个经济学家李稻葵他的评论啊，他说湖北国有三资改革要允许犯一些小错误，湖北及一些地方政府瞄准国有三资动脑筋。大家看这个李稻葵的视频啊，地方政府没有现金流，公共服务得不到保障，还拖欠民营企业很多的资金账款，这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把闲置的地方国有的资产用金融的方式盘活，这个大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一定要鼓励他去尝试。只要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为了个别人的私利，是为了整个地方政府的发展，就应该容忍他犯一些小错误。咱们一定要抱着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开放的、容忍的心态去观察这一系列的发展。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水资源、废矿山、闲置大楼，它们都有可能变为可量化、可交易的真金白银呢？我注意到最近有些地方就在这么做啦，要把国有资源资产化、国有资产证券化、国有资金杠杆化，这就是现代财政向金融管理升级的生动的一个尝试。传统的政府财政就是收支管理、征税，然后花钱，缺少主动管理，导致不少地方守着资源，但又没有钱花，缺的是现金流，有的是资产。现在我们要运用金融的思维去审视和运营公共资产负债表，把闲置的低效的国有资源、资产和资金盘活，这样就把政府和市场衔接在一起了。国有资源就成了国有资产，能够产生推动地方发展的现金流啊！地方政府现在最缺的就是现金流。这个事儿具体怎么操作呢？湖北省力推的国有三资改革，第一个就是要把国有资源资产化，国有矿山、林业、水利、能源、土地、数据这6类具有运营性质的资源要变废为宝，要改造成有价值的资产。以国有水资源为例啊，村集体可以将已经确权、已经确值的水生态资源按一定的期限去协议出让给旅游开发公司，对方支付生态维护费，双方再按比例分红。第二呢，是要把国有资产证券化，就是要把资产变成股权、现金或者是融资工具。像现在的有一些国有大楼在那闲置着，也可以改造成人工智能实验室，能用就用，就成了优质资产，还能拿到资本市场上去发行证券融资，这比传统抵押贷款的融资成本更低，期限更长，也让我们的地方发展的模式从土地财政慢慢的就转向了资本运作。最后一个就是国有资金杠杆化，以小撬大，政府把趴在账上闲置的和低效的国有资金作为安全垫、基础资产投出去，激励市场拿出数十倍甚至于数百倍的资金盘活市场的金融资源，而政府拿出的这一小部分的钱起到的是风险担保的作用，一般它不会动用，它还能够再循环使用。这3大原则具体到操作方式上就是4点：能用就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容则容。那么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哈，就是湖北的这是一个实验，这是个尝试，肯定它的具体细节需要打磨，需要调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容忍，要去尝试，要去做实验。不去做实验，地方政府没有现金流，公共服务得不到保障，地方政府还拖欠民营企
企业很多的资金账款，这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我们要的应该是盘活资产，地方政府要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把闲置的地方国有的资产用金融的方式盘活，这个大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一定要鼓励他去尝试。只要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为了个别人的私利，是为了整个地方政府的发展，就应该容忍他犯一些小错误。所以我再次呼吁网友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抱着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开放的、容忍的心态去观察这一系列的发展。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和评论，欢迎大家评论区中提出。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三资改革怎么说呢？这说什么都是初衷是好的，但最后你如果没有个配套的监管措施，那很有可能就是一地鸡毛啊。就是好的资产被那些寡头买走了，你也买不着。差的资产需要你来支持。这韭菜本来就没钱了，是不是道理啊？穷得个叮当响，本来想借着好的资产是吧，沾个光，结果好的资产你拿不到，你只能接那些垃圾资产，肥了一小部分人。表面上看啊，这个有什么私有化，这是对的，对吧？咱们不是一直反对这个大头过于强大嘛，对吧？但实际上啊，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配套措施啊。没有一个法律完善的这个法律体系，对吧？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监管监督体系，那只会是肥了一小部分人。但是他打的旗号又是改革，就是国退民进，让你无话可说。有些事情啊，还是要说清楚比较好。至少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不能再犯了吧？你比如说吧，那个娃哈哈，对吧？娃哈哈就是典型的例子。那现在都扯不清楚，30年过去了。那类似娃哈哈这样的例子，对吧？咱就不能再犯了。还有比如万科，根据新华社报道啊，国务院关于2024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8次会议审议，国有资产最新家底公布，也就是我们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钱？家底啊，截至2024年末，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啊，就是那些银行那也不含啊。那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401万亿，你就是记住400万亿就完了。国有资本权益109万亿，你就记住100万亿啊。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87万亿，那就是将近500万亿，就是金融企业是500万亿。国有金融资本权益33.9万亿，就是30万亿。报告还公布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情况。报告称，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坚决管好用好全体人民的共同宝贵财富。这就是大头啊，这个大头一共是1000万亿吧。我们天天说大头1000万亿，但实际上比这个肯定还要大，应该有一些东西还没算在里面，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印象啊。那这1000万亿里面，那里面有很多的吧，地方的国资啊，要三资化，要三化，要变现，要替代这个土地财政，所以这个也值得关注啊。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恐怕这个胡适啊，不是说搞个半年1年它就会掉下来，它有可能啊一直控制它在4000年以上，让它保持一定的活跃性，对吧？所以我一直说啊，胡适它的功能不是让金融消费者、让小韭菜在那边赚钱，那都是工具。胡适是个工具，是为了解决困难。国企活不下去了，到胡适，对吧？让金融消费者帮个忙。现在地方政府没钱，也得到胡适让消费者帮个忙，是这个意思。不是让你在里面啊，今天七大姑八大姨借点钱往里一放，然后你就以后不用干活了，不用工作了，财富自由了，那你这想啥呢？对吧？本质上是让你来帮忙解决问题，不是让你这个游手好闲，对吧？动不动辞职不工作了，能行吗？把胡适当提款机，那你是搞错了对象啊！这是胡适是提款机啊，那是人家，对吧？这是别人的提款机，你是往里放钱的，你也想着在里面提钱，你这个啊，还是这个把自己定位不清晰啊。最后我们再聊一聊胡锡进老师啊，这胡锡进老师是坚决啊，对这个他的老朋友啊，巴铁和这个塔铁阿铁不如评论啊。这两个老朋友打起来了，当作没看见，视而不见呢。今天胡锡进老师突然就嘲笑巴西，也不知道啥意思啊。他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个巴西啊，趁中美贸易战之机啊，抬高大豆价格，囤积居奇，就是咱们正跟对吧美帝较劲的，是不是就不买他的大豆，
然后那你不买他大豆，那只能买这个巴西、阿根廷，对吧？大豆的这个种植区啊，好像就那些地方啊，它跟那纬度好像有点关系啊。哎，结果这个巴西趁人之危啊，就看咱们不买美的的，那你选择余地就少了嘛。所以他居然还涨价，趁机啊，趁火打劫。后来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那大概是大国又从别的地方买到了便宜的大豆，导致这个巴西人囤积的大豆啊滞销卖不掉，说留着自己吃吧。就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也没去了解，搞不清楚对错啊。我只是感觉胡锡进老师这个就像一个小公鸡一样的战斗机啊，公鸡中的战斗机，天天抻着个脖子跟人干，今天干美帝，明天骂巴西，这个好吗？这样对吧？连巴西这个老铁他也看不惯了。市场经济啊，贸易就是随行就市，愿打愿挨，你愿意对吧？你不愿意你就不买，愿意你就买，就这么简单，没有必要的吧？把这个山纲山线到两国之间斗争是吧？变成一种啊，你涨价，我们俩就不是朋友了，把这种贸易啊变成一种斗争。所以胡锡进老师恐怕这个脑子里那个斗争的那个弦啊绷得非常紧。要这么搞下去，那就是没朋友啊，叫四面树敌，都是敌人。国际上油价现在在涨，对吧？那涨价的这些国家呢，都是咱们敌人呢。我记得啊，这个巴西总统卢拉呀，说他喜欢看中国队足球，当时胡锡进老师不也很激动吗？对吧？那个时候是小甜甜呢，现在变成了牛夫人了。为什么说胡锡进老师啊？是因为他跟咱们不一样，咱们这个影响力非常小，没什么影响力，所以说你胡说八道啊，就是满嘴跑火车，影响不大。胡锡进老师是很多外媒啊都盯着的啊，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在结仇啊，就是帮咱们啊在国际上拉仇恨，不可取。所以说胡锡进老师有点飘了啊，还是要这个以加藤老师为戒。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